发现什么？叫做万有引力定律。我想苹果不是第一个打在牛顿的头上，但只有他发现万有引力定律，对不对？然后打在我们头上呢，你最多叫成倒霉，你打我，我把你吃掉，我下。都是你看，不能让美国接回家了，你让机会哦，你自己就要看嘛。不能让上课5分钟，就拢要背在那边。对不对？你看，什么病都有，就是那种痔疮。你看我是村的，这个当然是村的。你看我在这边，你讲话咱听无，咱讲话伊嘛听无，差不多了。有一个人跟我讲笑话，他拿一个杯子问学生，他说：“小毛就想，那个学问学生说小毛就想，你看王老师我唔知啦，这你知啦。”这对不要啦，这一定很大，因为你看他讲人家，我老师记得在一个人语你看我们广播第一刚刚，我唔知在打讲哦，你看广播第，我那口是话还够一刚刚，我那个不要在为同命才是广告，听说我冇讲算了，因为那个不要下。不说还好，所以考全句啊很难，考半句可以。有老师给你给个360行，让学生接下半句，那应该接什么？书状。接书状元惨了，这进不了启示学校。叫人来，你看我们来讲刚从写都写不完，360行，写都写不完，咱们有两个叫干嘛我当，这叫物以类聚。所以啊，这个人叫正上叫逆下，所以这样人答题叫做哈书状元，又叫做写多写。